宜兰的蓬蓬野溪温泉真出名，不过常常游客会甲入车驶入去，搁乌白洞，甚至是制造粪扫破坏生态，引起居民的愤慨，全甲都封起来。进前县府想要打造第一公园，嘛因为居民反对，全阵堵煞。这蓬蓬温泉到大拢无人管理，去洗温泉的人就要注意安全。 民众伫清水地质公园用温泉撒物件，每一年拢成真侪人来遮行踏。这座宜兰县真受欢迎的景点，这原地嘛是野溪温泉。经过宜兰县府争取计划改造了后，建造即卖地质公园，让民众会当安全享受温泉的资源。蓬蓬野溪温泉伫溪堡顶悬用石头围起来，就产生天然的温泉池。这几年真受欢迎，真侪人去遐浸温泉，而且直接把车驶去溪堡的。 不过在地人认为安尼会破坏生态环境，所以把附近的车路封起来。那这个问题也要等部落会议来解决。不过野溪温泉安怎管理嘛引起关注。河川的整个水的水情的部分是不确定性很高了哈。那所以县府是不建议去民众到那边去泡。这野溪温泉伫山区若是熊落大雨，溪水会熊涨起来，恐惊影响游客安全。 县府呼吁民众多注意，因为县府要提出计划，要引蓬蓬温泉的泉水去英树村的公有地，打造类似清水地质公园的温泉区，让民众通好浸温泉。不过，这个计划因为在地反对，就无结果。过去早就有跟那个县府去提议，能够来开发这个温泉。公有地的腹地是不够的。对，如果你要建置一些设施啦，不管是停车场。 还是说泡汤区啦这一类型的，我们那边的腹地比较狭窄。实际访问在地，因并无反对县府开发蓬蓬温泉，因为这对地方是好代志。不过因为县府初步所要开发的公有地，面积伤细，所以反对。希望会当有共识，另外阁找到有够大的公有地。不过县府目前还找无适合的土地。 在这个问题解决进程，要安怎兼顾安全、环境甲观光来管理这个温泉，真做一个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